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6月19日，歡迎嚟到英國時事10分鐘。依家一齊睇下英國剛啱有咩新聞。首先係同香港人有關嘅新聞。第一則新聞，天空新聞報道，英國議員敦促政府履行對香港 BNO 簽證持有人嘅承諾，確保佢哋喺5年後獲得居留權。根據天空新聞所透露，多位英國國會議員敦促政府履行承諾，確保持有英國國民海外簽證嘅香港 Hong Kong 居民喺5年後獲得居留權，而非延長至10年。依家有好多香港 Hong Kong 居民喺英國依賴呢個簽證，如果承諾被修改，可能會影響佢哋對英國嘅信任，以及佢哋子女喺英國嘅教育同生活。跟住到 BBC 網站嘅消息。第二則新聞。BBC 報導，倫敦華裔留學生周振豪 Shanhouse 多次性侵女子，被判終身監禁，至少服刑24年。第三則新聞。BBC 報導，英格蘭進入炎熱天氣，薩福克郡沙佛率先進入熱浪，倫敦氣溫亦突破32度。第四則新聞。BBC 報導，涉嫌喺西班牙謀殺蘇格蘭黑幫成員嘅44歲男子，於倫敦法院出庭，等候引渡。第五則新聞。BBC 報導，英國大學新生需預備面對具爭議性嘅言論，英國學生事務處 OS 發布新嘅言論自由指引。第六則新聞。BBC 報導，倫敦發現古羅馬別墅壁畫，考古學家拼湊出2000年前嘅牆壁繪畫，揭示古羅馬時期生活。第七則新聞。BBC 報導，威爾斯將於2026年12月起禁止向消費者供應含塑膠嘅濕紙巾。第八則新聞。BBC 報導，英國首相司紀賢 Keir Starmer 呼籲就以色列伊朗衝突進行談判，而非升級局勢。第九則新聞。BBC 報導，英倫銀行維持利率喺 4.25%， 但暗示未來可能減息。第十則新聞。BBC 報導，英國醫學專家警告市民，旅行時需注意狂犬病風險。此前巴恩斯利 Barnsley 女子因病死亡。第11則新聞。BBC 報導，英國將向額外270萬戶家庭提供能源費用減免，合共將有接近100萬戶有兒童嘅家庭受惠，以應對冬季能源開支壓力。第12則新聞。BBC 報導，英國德比郡 Derbyshire、Atwell 拍賣會上，艾倫圖靈 Alan Turing 嘅文件以465400磅成交，呢批文件差啲喺被拍賣前遭到銷毀，揭示咗圖靈同其舅父嘅密切關係。第13則新聞。BBC 報導，北安普敦郡 Northamptonshire 警方前總長 Nick Adderley 被指控嘅行為幾乎阻礙咗正義嘅伸張，肇事者 Harry Dunn 嘅家人嘅發言人提出正式投訴。第14則新聞。BBC 報導，愛爾蘭出口美國嘅貨物創下新高，3月銷售額達250億美元，主要受美國對減肥藥物嘅需求推動，而特朗普總統或將對藥品徵收關稅。第15則新聞。BBC 報導，英國將於布里斯托 Bristol 同埋威爾斯嘅塔爾伯特港 Port Talbot 組裝新嘅浮動風力發電機組，為數百萬戶家庭供電，創造數千個就業機會。第16則新聞。BBC 報導，蘇格蘭作家 Sophie Gravia 同 Christine McGuinness 合作推出新嘅關係類播客節目，探討現代約會嘅種種複雜情況，以及單身媽媽嘅生活體驗。第17則新聞。BBC 報導， Stormzy 首次擔綱主演電影，飾演角色面臨挑戰。佢嘅新電影 Big Man 由佢嘅 Marquee Film 製作公司出品，旨在提升黑人英國聲音同人才。第18則新聞。BBC 報導，英國導演 Danny Boyle 聯同 Jodie Comer 探討新片28 Years Later， 談及疫情、恐怖以及製作電影嘅過程，反思後疫情時代嘅生存。第19則新聞。BBC 報導，
英國發布琥珀色高溫健康警報，提醒民眾高溫可能危害健康。國家醫療服務體系 NHS 或面臨需求增加，警報持續到6月23號。第20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蘇格蘭嘅鄧迪大學 Dundee University 爆發財政危機，校長同高層辭職，事件涉及管理不善，導致政府需要額外撥款2200萬英鎊。第21則新聞 BBC 報導，威爾斯康威 Conwy A55 公路隧道發生車輛火警，緊急部門宣布重大事故，隧道雙向封閉，交通嚴重擠塞。跟住到衛報網站嘅消息。第22則新聞，衛報報導，倫敦發生謀殺案，一名66歲女子涉嫌謀殺被捕，死者係69歲嘅珍妮花艾博特 Jennifer Abbott， 喺寓所內被發現，嘴巴被膠帶封住。第23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倫敦2名現役警員同埋1名已離職警員，因向一名患有認知障礙症嘅90歲婦人使用電擊槍等行為，將面臨嚴重行為失檢聆訊。第24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政府計劃未來10年投資7250億英鎊，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每年投資90億英鎊修繕學校、醫院、法院同監獄。第25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能源大臣宣布，政府重新開放喺北海2個油田嘅鑽探，並發布新嘅指引，但即使獲批，英國到2050年仍將高度依賴進口天然氣。第26則新聞，衛報報導，一名心理學家誤導法庭關於其資質，可能喺另外7宗案件中超出其職權範圍。肯特郡 Kent 嘅心理學家弗拉特曼 Graham Fletman 被停職6個月。第27則新聞，衛報報導，群體性侵犯幸存者促請國會議員停止同脆弱女性拔河。蘇格蘭將於10月25日舉行反貧窮遊行。第28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英格蘭發布琥珀色高溫警報，預計死亡人數或會上升。65歲以上人士同埋有健康問題嘅人面臨風險。第29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政府被促公開就參與以色列伊朗戰爭嘅法律意見，有指律政司曾警告超出防衛支援嘅介入將屬非法。第30則新聞，衛報報導，受虐待幸存者促請停止政治角力，確保獨立調查由經歷者主導，聚焦於泰爾福德 Telford 嘅性侵案。第31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財相李允晴 Rachel Reeves 被指承諾石油產業稅務回報，以換取更高嘅稅收，引起外界對政府嘅質疑。第32則新聞，衛報報導，前首相約翰梅傑 John Major 促請司紀賢 Keir Starmer 整頓政壇不當行為，並引入適當制裁，以重建公眾信心。第33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倫銀行維持利率不變，李允晴 Rachel Reeves 寄望8月減息，經濟增長受中東衝突及食品價格影響。第34則新聞，衛報報導，林哥斯塔爾 Ringo Starr 批評羅渣道吹 Roger Daltrey 管理樂隊，其子喺 The Who 樂隊被解僱後表示支持。第35則新聞，衛報報導，德比郡 Derbyshire 馬特洛克 Matlock 市議會移除 Pride， 其次引發爭議，基督教書商表示對此情況唔滿意。第36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空氣污染每週導致超過500人死亡，醫療開支逾5億英鎊，皇家內科醫學院呼籲關注健康問題。第37則新聞，衛報報導 NHS 研究英國黏狀細胞病患者嘅護理水平落後於其他疾病，例如囊性纖維化，引起關注。第38則新聞，衛報報導，世界各地攝影作品捕捉超人與跳舞魔鬼嘅瞬間，呈現人間百態。跟住到天空新聞網站嘅消息。第39則新聞，
天空新聞報導，英國倫敦華裔博士生周振浩 Shan Hao Su 因在英國同中國 China 性侵10名女性被判終身監禁，至少服刑22年。第40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英國倫敦發生命案，一名66歲女子涉嫌謀殺，與失蹤嘅勞力士手錶有關。第41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英國北安普頓郡 Northamptonshire 哈里鄧因 Harry Dunn 嘅家人投訴前警長 Nick Adderley，指佢喺事件中優先考慮 Anzac 嘅福利。第42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英國郵局 Capture 軟件醜聞受害者要求與 Horizon 醜聞受害者享有同等待遇，並要求洗脫罪名。第43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英國發出琥珀色高溫健康警報，英格蘭錄得今年以來最高氣溫，警告民眾注意高溫對健康嘅影響。第44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英國國會議員 Kim Leadbetter 對協助死亡法案嘅投票通過表示充滿信心，法案或將進入上議院審議。以上內容只係新聞標題，因為可能會有版權問題，我哋冇辦法提供每則新聞嘅詳細內容。不過，我已經將每條新聞嘅標題來源整理咗喺 Paste 網站，連結已經放咗喺呢段片嘅描述欄度。你可以 click 入去，揾到你有興趣嘅新聞，再去睇返詳情。多謝大家收睇點聽點講頻道，下次再見啦，拜拜。